Hello， 欢迎来到勾勾共好发，我是怡杰，我是敏华。怡杰，我之前牙齿痛啊，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一块烤肉都没吃到我们找一天约一下，我好想吃烤肉哦。好啦，我知道我欠你一顿烤肉大餐了。不过烤肉的食材里面，你最喜欢吃什么啊？烤肉食材当中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鱼了。它烤得香香脆脆的呢，再加几滴柠檬，好美味哦。哎呦，这呢，其实就是鱼啦。真的鱼烤得好话很好吃，但我最爱吃的就是烤玉米哦。玉米怎么说？玉米叫做保守。保守，没错。而且呢，我们呢在烤肉的时候呢，最爱吃的呢就是牛肉了。烤得好吃的牛肉真的一级棒哦，真的会让人流口水，对不对？牛就是牛肉了。对。那如果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牛肉不能烤太久，不然会太硬，这句话要怎么说呢？这句话要教给大家的是牛做唔得開太久，就唔會太硬。牛做唔得開太久，就唔會太硬。今天勾勾公哈发带给大家的就是如何烤出好吃的烤肉诀窍哦，赶紧去试试。志文哥，我最喜欢烤肉了，不过你有没有买我最爱吃的牛跟保守？有啊，我买你爱吃的牛肉，还有很多新鲜的食材。那我们赶快烤肉吧，我好饿哦。志文哥，你也有买哦？是什么？也是鱼啊，我觉得它如果烤得酥酥脆脆的也很好吃我觉得这保守的很好吃而且我发现我刚刚还担心不会熟，没想到烤的跟外面一样好吃当然了，因为我们常常在烤，当然比外面还好吃啊。真的而且我发现牛的口感也很好我们特别去挑选的，当然很好吃。我今天真的是赚到了。你真的是超级无敌不够意思的，去烤肉都没有给人家揪一下。不好意思我真的太想烤肉了。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首先要教大家就是烤得香香的鱼，鱼怎么说呢？鱼就叫做就是鱼了。对，那如果是玉米要怎么讲呢？叫做保守，保守就是玉米了。那你最喜欢吃的牛肉要怎么说呢？牛肉的客家话叫做牛就是牛肉了。那如果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牛肉不要烤太久，不然会太硬，这句话要怎么说呢？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牛做唔得開太久，就唔會太硬。牛做唔得開太久，就唔會太硬。今天勾勾公好发带你吃到好吃的烤肉了吧？我们再见喽，拜拜。